一只嘅係新加坡嘅同仁嘅牛茶水，頭擺睇下呢，我來到亞富圈嘅一個水漿哦，用牛茶來做水，為所有安尼嘅體驗。今日拜訪嘅呢係一位廣播主持人，叫下嚟了解伊嘅故事。今日做客萬人來了，我哋一擺來到新加坡啊，睇下先咧，也可以榮幸可以有請到我們一樣同業媒體人，也係個廣播主持人文桂賢，歡迎桂賢。哎，你好，你好，是國賢。謝謝，非常感謝可以認識國賢，而且移民港的頭都旅遊台大嘴鼓，真的就是媒體人，所以完全不用我，其實國賢都可以。你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先講一下，你在什麼電台服務，然後做的節目。是的，其實我是在新加坡的這個新報業媒體旗下的一家電台，就是當主持人。那其實從事這個工作有近20多年了。對。那今日呢有機會訪問到桂賢，我們當然也要用桂賢的小物，好重要物品來講個故事。那馬上就請俺哋來處理本案的地方。對桂賢來講，重要的東西係乜嘅？好，先去處理一下。哦。哎，一條褲帶，你們怎麼講？我們是講內褲帶，我們其實跟受日文影響。哦，我們中文就直接叫領帶。好，就叫領帶。對，是。哎，這個感覺好像是學校哦，校徽。對，這是什麼時期的？這是我高中的時候。對，那個時候我們每個星期其中一天會是週會，那當天呢大家就要繫上這個領帶。對，這樣，所以為什麼會選這個物品，主要就是其實在我的念書生涯吧，高中有很多的回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都有。對，所以為什麼會選這個領帶，就是這個原因。對。好的是什麼？好，當然就是認識很多朋友，而且我們都知道嘛，你會發現。特別當你長大之後，你發現，哎，跟你最好的朋友其實就是在念書的時候的那個階段，所以高中就是交了很多就是交心的朋友，對，然後當然也做了很多在青春歲月才敢做的事情啦，比如說就比較頑皮、比較鬧一點點的事情。你是從小就頑皮的？沒有哎，其實我在中學是非常的乖巧，到了高中可能壓抑太久吧，就哇，那也不是啦，就覺得說可能遇到就是朋友，然後就會玩得比較瘋一點點。那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備考嘛，然後學校就會開放到晚上，讓我們就是自修。然後到中的時候呢，老師就會所謂的要同學離開嘛，就回家。我們幾個同學就很皮，我們就說我們躲起來，不讓老師發現。對，我們真躲起來哦。然後等到發現老師走了之後呢，大家再出來。那就在學校裡玩。就在學校，多數是玩啊。對，然後甚至我覺得最有驚無險的，就是因為那個門已經關鎖上了嘛，所以我們就要攀爬。對，男生女生都這樣做。對，所以這些點點滴滴就讓我很回味啦。甚至更瘋狂的是，我們爬到屋頂去拍照。大家不要學哦，這是危險的。國賢，那你高中的時候是活躍的嗎？除了愛玩以外？其實算了，特別是比起中學，我覺得我活躍很多。那個時候我就參加那個社團，叫做中文學會。中文學會？難道是研究中文嗎？沒有，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組別。我們那時候有歌謠隊，就是主要唱本地歌曲，我們叫做新謠。然後我們也有戲劇，然後也有詩歌朗誦。對，基本上就是一些跟華族能夠扯上邊的一些活動，我們都做了這個樣子。那每一年我們甚至會有一個公演。對，所以那時候參加這個課外活動，然後就怎麼講，就比較活躍一點點啦。然後其實我第一次去台灣也是因為那個時候呢，我們的學會接待了一群來自逢甲的大學生。對，然後就跟他們玩得很開心，然後我們就說，我們就跟老師講，我們要去台灣。然後那一年哦，然後老師就是好，我們一起籌錢。對，我們就是一組大概10多20個人吧。我們真的就是到怎麼講，就是拿着那個卡，拿着封信去找商家，這樣敲門說哦，我們想去台灣靜茹啊，然後他們就捐錢，我們就籌到一筆錢。
哇，所以对然后就你高中就去过台湾了？是，然后我们就飞去台湾了，在就是到不同学校，记得有去了逢甲，然后也有去到中山大学，然后还有台大。哇，对，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到台湾，就哇哦，爱上台湾了。啊，真的吗？就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台湾的综艺节目特别是吃啊、夜市这些，对，哇，所以高中生活真的就很丰富，很丰富。如果等一下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讲你的年轻岁月，我们再回到这里。那我们来看第二项，好，就会现代的春游的品。哇，哇哦，这个14年，对。哦，总理签名是，其实我们的前总理李显龙他也是客家人，对，这个是那一年我在我的前东家，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档节目叫做《空中访民情》，就是每一次会邀请不同的部长，就是聊一些民生问题啦，然后压轴当然就是很荣幸能够请到李总理，对，是，然后大家都有这个签名吗？没有我跟你讲。如果我没记错，其实他有就是我那时候叫他签了2张。那为什么你会有一份？OK， 其实我不是偷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公司就是要搬迁了，然后新的地点空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说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带过去。然后我想说，没人要我就拿咯，所以现在就一直保留到现在。很珍贵耶。是，对。那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其实严格来讲，算是一半中文系啦。怎么说？因为那时候我除了主修中文，那我也主修那个经济学。对，所以很多人说我说你到底是什么系？我说我不知道对，那为什么会选修中文系？主要是因为相对英文吧，我觉得中文我的掌握能力会比较强一些，然后经济系就是想到比较现实的考量，对，没错。但怎么会走到广播嘞？OK， 其实我发现我很小应该就很清楚自己要的志愿是什么，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很爱听广播，那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也是。然后我还朝妈妈帮我买一支麦克风然后那时候我就买一个小小麦克风，然后就学 DJ 讲话这个样子，对，然后就说立志要当这个广播员。对，然后还有其实另外一个志愿是想当老师。但你没有念相关的科系？没有，对，我觉得新加坡你不一定要是科班出身，对，然后有想过当老师。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这2份工作，当然广播现在在从事这个行业嘛，其实我也当过老师。对呀，就是那个时候离开前东家，然后还没有加入这家公司之前就有空档嘛，当时就到理工学院去当兼职讲师，然后教的也是跟媒体有关的这门课。然后我觉得很奇妙怎么说呢？因为后期我主要是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嘛，所以很少碰这些机器了。然后因为教学的关系，那我重新去学习跟练习。那没想到教完那个课之后呢，这家新的电台就在招人，然后我就把我的履历就是寄过去然后就开始又回到前线这个样子。所以你就是做了你小时候梦想的工作。对，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那做这个那么多年，20几年，你中间会像我，其实是第一次进学校的实习电台，我就发现我不喜欢一个人讲话。后来有访问我才觉得这个是好玩的。是。可是我后来觉得，其实我好像没有很适合。你有遇过这个时期吗？其实我还好，我反而跟你有一点相反，因为其实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很短期，我其实在电视台当撰稿。对，那电视的那个运作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比较怎么讲，就是工分的很细。那相对广播的话，基本上就是一脚踢的，从比如说设的题目啦，然后找这个访问嘉宾啊，甚至剪辑还有呈现，都是一个人做。相对来说，我反而喜欢这样的性质的工作。反而比较喜欢。是。所以这20年来其实都没有倦怠过，都是。严格来讲，其实没有。对，但偶尔会有一些比较低潮的时候。不过，我觉得当你处于低潮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决定要离开，这证明你应该是很热爱这件东西。对。很棒就是做20年还是热爱的。是，这个是非常幸运的事。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运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当做是自己的这个职业。
对。对，而且当职业了还是喜欢。其实很多人一当职业了就觉得是，但我觉得跟可能遇到的同事啦、上司有很大的关系啦。对。好，安尼就看第三号，对过现来讲，葱油的物品系嘛，有嘛解？中华人太的哦哈。哎呦，星星空空哦 ，OK， 哇哦，这种奖牌都是我很羡慕，我完全没有这种，好像在好凶，好厉害哦！其实没有啦，20K 对我也很厉害。哦，亚的，你很爱跑步？对。其实我想我在当兵之前，是不怎么爱运动的。其实那个时候长得有点肉，很多肉，然后当兵的时候又训练嘛，就瘦下来哦。然后就瘦到很夸张哎，老师都不认得我。很夸张，对不对？是因为当兵很操，对，被操啊，对，然后也因为被操就反而慢慢的爱上运动，可能也就是说，瘦起来，比较有自信啊，对，因为就拿入17、8岁的那个年龄，对，然后就开始跑步了，对，然后就后来知道新加坡有很多这些路跑嘛，然后就会参加咯，从5公里啊、10公里都有。对，我看好像还有骑车，是不是？对，还有骑车。那骑车的是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嘛。那就要找东西来做，那就后来去买了一辆就是折叠式的脚踏车，然后骑啊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很有趣哦，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路线哦是在马路嘛，那些马路是一般上呢是不能够骑上去的，可是因为这个活动，你可以骑上去，然后从不同的这个视角去看我们这个城市。对，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活动了。好，刚刚还有其他我平安人等一下过来讲，过天吃下茶，我等一下继续大嘴骨。OK。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客家人过发来新加坡，都会从事一些特定的行业，其实就包括了有这个典当业然后还有就是药材店。那我想接下来可以加入广播吧。真的。今日做客慢言来了，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廣播主持人文桂賢頭頭堂桂賢講話就專業主持人，口才都非常好。謝謝。我們接下來就要講比較跟桂賢個人韓國工作有關呢，因為頭頭講到你嘅工作的經歷，韓國讀書嘛，唔過你係哪一位行業？你是哪一位？廣東省某煙行。你中央係咩係？我做些咩係？每年去到台灣嘅，那你是在哪裡？我是新加坡。你就在新加坡？對，那是我的祖父，我阿公啊。幾擺喺南洋嘛，過返來南洋，然後我堂公啊，就阿爸跟我說，就是那個時候他就是從那個汕頭，然後坐船過返來到南洋的。對，是。所以就是直接到新加坡，直接到新加坡，沒有先到馬來西亞，沒有，就直接新加坡。沒錯，對，因為據我了解，像有一些過番客，他們可能來到新加坡之後，可能之後會去馬來西亞啦，或者說其他東南亞的國家。對。剛剛你細時間，你的阿公或是爸爸會跟你講客家話？主要是阿公啦，阿公也會談華語，講就差唔多。你就會講客話所以公公在世的時候就比較多機會，就是跟他講客話，所以他離開之後就真的比較少了。然後其實像剛剛你問我的祖籍在哪裡嘛，對不對？為什麼我會記得得那麼清楚？因為我記得小時候阿公就是會寄那個錢回鄉下對，然後叫寫信嘛，然後他都會叫我們幾個孫子，包括我啦、我姐幫他寫這個地址，所以我記得很清楚，我的祖籍就是中國廣東省梅縣丙村，我都還記得，到現在還記得，對，都還記得。難怪你會拿一個這個，沒錯了。香港你的底下還罵給毛，年輕人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是，這還是特地我去找的，因為這是航空信才會這樣。你剛他就會時常要寫。是，所以這是我跟阿公很怎麼講一個很密切的一種聯繫啦，對，就是幫他就是寫這個地址，對呀。所以你對
阿公的印象还很深吗？会，因为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自己搬出来住嘛，后期我们又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一直到毕业出来工作吧，那段时间其实都跟阿公住。我还記得阿公好暑假談客家山歌，对，因为他会回中国乡下，然后就买了很多的卡带。然后每天早上就会在那边播，大家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啊不懂事啦，然后也不会去欣赏，就想很吵，对，小时候会不懂欣赏。对，那现在回想起来说，也幸好阿公哦，就是让我知道哦，原来有中国山歌这件事情，对，要不然我根本不知道。对，对。而且刚刚国贤是讲好暑假。还有过好暑假哈，但是我们刚好没有录的时候讲到，这个是马来话，没错，喜欢是。我觉得语言就是很有趣啦，就是它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会受到当地语言的这个同化或者影响。像暑假，像刚才勇说到，它就是其实它是马来话啊。那正确的说法，我印象中好像是中医啊，我们也是讲中医，对，很有趣。所以其实你对客家的连结是一直很深的。是，对，很小就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对，很小，我真的时候就开始懂事吧，就知道中国广东省面。所以每一次当有人问你说你的祖籍是什么，我会很知道说我还中国广东省某烟人啊，这个样子。对，因为就算其实现在生活中。因为像我们查新加坡的哈嘎尼只有占8%，华人的8%，不是全体8%，所以其实很少，很少。因为生活中应该没有客家了，对不对？生活中很少，很有趣哎。其实我们这个广播界哈，好多哈嘎尼呢，还同事是吧？至少有2-3个吧。对，然后在前公司有好多都是客家人，而且你们竟然彼此会知道这件事，就很有趣了。对，可能有些时候就随口问问，就说原来是哈嘎尼。可是有趣的是，我们都不讲客家话，可能有些已经是怎么讲忘了吧，或者说不怎么会。其实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至少在南洋一带吧，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客家人过发来新加坡，都会从事一些特定的行业。其实就包括了有这个典当业，然后还有就是药材店，那我想接下来可以加入广播吧。真的，对，到你们这一代就很多广播人，是可是可能要偏行业各个讲法，我也不知道。刚头头除了亚个黑只有信封。要边还有一条黑新的，都会贵显书多哎，原来我的名字在上面啊，是不是粉丝？有一些是粉丝，那有一些是实习生。那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把他们拿过来，主要重点是他们都是手写。现在已经很少人手写了。对，那这些听众都是听了你的节目。然后变忠实听众。对，当然像你手上的拿着这张卡哈，其实是那个时候我刚刚加入广播，可能前5年吧，然后就认识了这群听众，就是每一年过生日啊，他们就会邀约出来聚一聚。对，当然除了疫情期间不说，所以前后也整10多20年了，现在都成为朋友了。所以这20年他们都还在。对，我们甚至还有一个那个群组哦，WhatsApp 的群组哇！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位年纪才18岁吧，认识的时候，现在已经是别人就已经是就成家啦这样子，就看着他长大，对，变成朋友。我倒是没有这个群组对，主持广播没有其实我很感动的是每一年他们会很主动、很自发性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聚一聚了，这是我非常珍惜的。棒那你们的广播会接 call in 电话吗？会还是会，对。不过现在主要还是通过那个 WhatsApp 吧。对，都有。他们声音也会上到节目里的，有些是会。对，那当然同步我们也会做脸书直播。所以在那个脸书直播也会有互动，对，是。那你收了信，你有收过礼物吗？也有。令我比较感动的是，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很有心，他们还特地去订做一个蛋糕送到电台来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会，比如说家里煮了一些好吃的，或者说他们就会WhatsApp过来说，我煮的这东西方不方便现在拿到电台？
对，很有人情味。对，或者说一些活动，他们会做糖水带给我们吃。对，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广播吧，跟听众的那种关系，跟演员跟他们粉丝的关系肯定又不太一样。对，可能是因为广播我们是天天都所谓的在空中见面，所以感觉特别的亲切。对，而且平常虽然现在媒体很发达，常常看得到，对，这个人长什么样，不像以前都不知道，可是他还是不一样。对。而且广播的这个怎么讲，它的这个影响力，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对，像我就发现了，其实像很多的一些电视艺人哦，他们也发现了，其实广播对于能够维持他们的这个怎么讲，跟支持者的这个联系，还有那个所谓的曝光率，很好的嘞，不一样的。因为像电视节目，它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综艺节目好了，比如说13期。那之后可能就停了，然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看不到，大家就不会看不到你，可能是慢慢的就把你给忘了。可是广播不是，广播是每一天的，而且是好几个小时这样。所以在新加坡广播还是一个强势的媒体。我可以说还是蛮多人听广播的，只是说可能听的方式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就是听一个收音机，对，收音机客话怎么说啊？我们讲日语垃圾哦。Radio 这个就完全听不懂了。对，刻画我们的收音机应该是对。当然现在就是通过一些软体来听了。对。所以现在你们没有觉得广播快消失 ？OK， 如果我不觉得它是所谓的消失。曾经有觉得过吗？在疫情前，其实台湾觉得声音产业快死掉了。是。然后疫情的时候发现，广播很重要，因为大家不能见到。对，的确那个时候有遇到疫情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你会发现收听人数真的是加了很多，所以由此可见，大家其实是不排斥广播的，只是说可能选择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可能广播就不是他们的首选，注意力被分走了。对。不过倒是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比较多是呈现的方式吧不一样，像很多人都做 podcast 嘛，播客。其实它也是广播的一种啊，对，所以我不觉得广播消失中了，只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形态呈现给大家。而且其实新加坡的广播，我们刚刚有聊到，就会听众的互动其实是很多样的，没错，甚至就是常常会一起出去玩。是，包括好像我们电台庆生的时候，像我们的电台，我们就会。就是跟商家合作，我们几乎是每一年都会上邮轮。是那么豪华的旅游是邮轮，对，而且他们是自费的，对，他们是花钱来，就是跟我们一起旅游。当然，在船上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的活动，包括了每一年我们都会呈现一场演出。那每一年我们都会尽量找一些，就是构思一些不一样的演出啦。有时候是唱歌，有时候是演戏。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应该是去年吧，我们做了一个古装舞台剧。而且还要唱歌跳舞对按音子的呢。是，所以现在当广播也不容易。不过你刚刚提到的，的确是我们比较少会想到，就是因为广播，你通常一个节目你可以做好几十年都可以的。对，是的。所以你对听众的陪伴，那个真的是跟影视不一样的。对，没错。所以那个始终真的是跟歌手差不多，对不对？很多歌手的粉丝真的也是几十年，没错。所以那个维系感情的强度真的是很对啊。像我们的电台主要播的就是80、90年代的歌曲嘛，所以好多的粉丝现在他们是非常的爱戴那些歌手，比如说王杰啦。潘美辰呐，哇，现在吗？对，当我们有时候播这个王杰他们的歌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哇谢谢你播偶像的歌曲。对，过去嘛，咁等一下呢，過去如果在眼嚟去到一個對於有充有意義嘅地方，等下眼嚟錄啲喺那嘢，好，給他過多進來。在新加坡情况是因为，除非今天你结婚嘛，要不然你只能到35岁，你才能购买我们的政府租屋，所以我是在35岁前后买的。除非结婚。对。如果你单身，要35岁以后。对，没错。
这里算是新加坡最北端的一个公园嘛。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呢？是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常常来这个公园了。因为住这里附近嘛，所以每逢周末啊，就会我的爸爸妈妈啦，还有一些亲戚，我们都会来这里玩，甚至有些时候会在这里呢办一些所谓的家庭聚会，会在这里野餐之类的。后来事实上就是中学的时候呢，因为学校靠近这里嘛，所以当学校的这个有什么活动啊，或者说团建的时候呢，也会来这里，所以这里对我来说呢，充满了这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这个建筑就很特别了，它其实以前就是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就是有派很多的军官嘛，对不对？那时候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官邸。那后来呢，新加坡独立之后，然后它就政府就收回嘛，然后就有陆续呢有不同的这些饮食业者呢，就是把它租下当这个餐馆。那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啦，我觉得这边的餐馆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级的，所以家里头，比如说像我姐啊，那时考到这个成绩好像还蛮不错。那我记得我爸就在这边请客，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外婆生日吧，那个时候呢也这边办了这个宴席啦，所以这个餐馆对我来说呢，也充满了很多的这个回忆。这个地方太多回忆了，怎么说呢？因为小时候啊，就是因为靠近家嘛，这个公园，所以父母呢会常常带我们来这里野餐，有些时候呢甚至是整个家族，然后婶婶啦，然后妈妈啦，他们都会准备非常丰盛的这个午餐，我们就会铺这个草席，然后就度过似乎一整天吧，在这里。那小朋友大家就会去玩水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特别设计这个游戏的环节，这个部分还是由我负责的，然后呢还跟爸爸妈妈拿了一些钱，然后买了一些小礼物。呀，小时候就爱做这些事情哦，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或者说已经显露出可能呢长大之后我就是往这个行业发展。头多过现在大家去到的是新加坡的其中一个国家公园，对，38万公园。对，新加坡真的虽然地方大家都会说不是很大，很小，其实也是有2.5个台北市这么大，但你们好多公园哦。对，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城市规划的时候呢，就已经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留一些所谓的绿空间。对，这样比较宜居啦，我就觉得。然后38万公园，我们刚刚影片上看到，就是对你的意义非常特别。是真的，因为可能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那个年代就是消遣的地方也没有很多啦，然后又那么巧，这个公园呢很靠近我们的家，然后就方便啊，然后就觉得说，常常就会往那边跑这个样子了。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它不只是小时候啦，因为我知道有这个公园应该7、8岁。一直到了中学，也因为学校靠近那边，所以很多的一些团建啊，我们都会去那边烧烤啊，或者说野餐的样子。对，而且拍了好多照片呢。对，你小时候的生活，因为新加坡也跟我们一样，升学竞争很激烈，可能可以说新加坡更激烈。对，那你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吗？我觉得我是快乐，而且是很幸运的。对，怎么说呢？你说学费来说吧，我不愁。对，然后而且父母对于我的这个课业的要求也没有特别的严格，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自由还有快乐的一个学生。对，很多时候反而是自己会担心。对，像我爸妈就会说你只要及格就 OK 了。哇，对，然后能够升学就 OK 了，因为要求说你要进名校啦，或者说进哪一个科系啊都没有。他们是不是算少数？像我们昨天是第一天来吧，
我们已经听到两个来宾跟我们说，新加坡人加苏，你们家没有这样？我觉得可能是可能刚好生长的这个年代吧，可能我成长那个年代相对来说，比较不会那么加苏。现在就是越来越厉害。那个时候你觉得？其实是可能我到了中学、大学的时候吧，我觉得这个名词才出现的。对，在我小学的时候，印象中是没听过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的意识比较强了吧，所以就有更高的这个要求。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都会。对，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我很幸运哦，我一直讲说我很幸运，真的。我们还有桂贤还有尊批一个很有趣的小物，应该是我们第一个来宾准备钥匙而且是这个其实是你好多钥匙哦，对，是有些是门的，有些是窗口的。为什么你会挑钥匙啊？为什么会想到这个物品？是因为对我来说啦，今天能够有能力买下自己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也感觉自己终于是成年人了。对，所以对我来说意义很大。你是几岁的时候买？新加坡的情况是因为除非今天你结婚嘛，要不然你只能到35岁，你才能购买我们的政府组屋，所以我是在35岁前后买的。除非结婚。对。如果你单身，要35岁以后才可以买。对，没错，是。这个规定是为了什么？我想主要就是它跟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算是方针吧，就是我们主要推广的就是家庭这个单位。对，然后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啦。对。不过现在情况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单身了，所以政府也放宽很多条例了。现在连单身也可以也可以买这个预购组屋了。比起我那个时候选择更多了。对，是呀。新加坡是不是可以有能力买房子的人其实不少？我觉得这样来说好了，其实只要你有钱，基本上你就可以买房子嘛，而且选择有很多。所以其实我应该换个讲法，新加坡人比我们台北人有钱。不要这样说。新加坡房子也好贵啊，很贵，对不对？竟然好贵。你们消费很可怕，很可怕。那为什么大家都可以买房子呢？OK， 如果你说是组屋的话，因为组屋是有点像我们社会住宅，对，类似的概念，所以政府给予很多的津贴，而且像我们的这个开国总理那时候他的理念就是说要居者有其屋。对，然后所以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津贴，他要确保每个人民呢都有自己的房子。对，安居乐业。对。所以你是大概35、36，差不多这个时候买房子了。是。所以那时候记得去签约的时候，哇，压力好大！我说天哪，要有自己的房子，要变成这个怎么讲，就要变成是公屋嘛，就感觉好像既然你工作就是要还那个贷款的什么的，会有点怕的。讲真的，那个时候就想要还，就是很长嘛那个贷款。后来还就发现，其实好像也还好。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跟我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说不要担心，我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反正我会鼓励他们说，你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就可以买房子，就说扛多一点的责任。对，这会让你成长。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常会鼓励说不要怕 ，OK 的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对，在台北好像大家不太敢这样子鼓励。对，因为我觉得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英文讲有一个 commitment 之后呢，我觉得你突然你做事的态度啊，处事待人啊会不一样的，我就会更加的成熟。所以就你说好像真的长大了。对，没错。因为你背了一个责任嘛，你得长大。对，对我来说，它跟结婚的概念是类似的，或者说有孩子是一样的。对。不过刚刚所以你对你现在生活其实是很满意的。我觉得还不错了啦。对。因为工作你看你想要有背着的责任，你也有，然后你有能力去负担它。然后工作又按风气，虽然做20几年，都还是很有热情的。我常常会提醒你有遇过什么大挫折吗？挫折？你的人生？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其实这个根本不算是挫折。不过对我来说，至少是我人生啦第一个比较大的挫折，就是记得我当时念高中的时候，就是会考就是要升大学嘛，那就没过关。对，然后就是而且必须要重修。那个时候还因为我们这边是这样的，你高中之后嘛，那有一些就会先去当兵。3个月基本军训，那刚好那个时候我在接受军训，然后回学校拿成绩嘛，就发现自己考得不好，然后我还要继续那个军训哦，然后结束之后呢，我再回到学校去上课，对，所以。因为当完兵再重考的意思。对，没错，再重修1年这个样子。所以，因为当兵大家都知道是辛苦嘛，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东西要适应，所以那个时候就面对比较多的这个压力，然后也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要重修这件事情呀。然后是高中玩太疯吗？我有怀疑，我觉得还不确定啊。他也真的让我成长不少了。我觉得人真的有些时候就是。Learn to the hard way，就是要经过一些挫折，你才会长大、成长、成熟。那我发现，这个生命里头这个小小挫折，的确让我成长了不少。那思维也比较更加的成熟。对，其实我也会用自己的经验，常常跟一些同事也好啦，或者说家里的这个小辈啊，就是去分享啦。对，而且我总认为，我觉得其实你越年轻，受到挫折其实是越好的。对，因为你跑道还很长嘛，对，有大把时间可以重新再来。而且也搞不好你后来做到一个你很理想工作，跟那个挫折很有关。是，当来到我觉得像我们人生的这个阶段，其实蛮多事情都经历过了，更能够理解跟体会什么叫知足常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啊，我觉得，而且你不觉得吗？生活中很多快乐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对呀。好，等下都最名给他 Q 哈瑞是后生的，听说不是买的哦，哈，等下录的，哎呦，对哦，等下录的，还买个提配的料理耶，等下过多整了。刚好布拉的生日，我们就买一个生日蛋糕给他，然后唱完生日歌之后就要吹蜡烛嘛，我们讲吹，吹蜡烛，他就愣了一下，他就要吹，他说要吹下去。咱今日看到如黑过年带来嘅，係阿媽做嘅，媽媽做嘅，媽媽做的，對，這是我們溫家的家常菜。雖然是家常菜，不過我們一般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才吃得到。所以平常也沒有那麼容易吃到。沒有特地去做，不會特別去做。哇，謝謝過年的媽媽，我要來吃個啦。為什麼？你做的時候？沒事，因為你也是過年。我要留給其他的工作人員，我看到每個人都會流口水。味道如何？其实我知道它的整个过程啊，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姐其实常常提醒我说，一定要跟妈妈就是讨这个食谱，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有猫酒吗？要配啤酒。对，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下酒菜。对，这样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因为以前妈妈就是年纪比较轻，因为现在已经蛮年纪比较大了嘛，所以以前她都会做很多，然后初1、初2、初3啊，都会就是这是一桶一桶哦，然后我们就是当零食来吃，里面是有鱿鱼啊，有鱿鱼，然后有小葱头。然后还有芋头丝，还有一些粘米粉，所以它的这个食材还蛮多的，所以它整个工序相对来说会比较繁杂一点点。很好吃哎，好，谢谢。这个真的是狼配的耶，冷掉的，可是还是好吃，对不对？冷掉更想要配啤酒，是，真的很好吃。对，而且我们台湾的南部。我们在祭祖的时候都会有干鱿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海比较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新鲜的鱼。可是我们干鱿鱼永远都是配客家小炒，把它做成客家小炒，小菜的样子。对，可是第一次竟然可以拿来这样做。其实这个我们家的这个肉丸，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是我阿公自己发明的呢，还是说他也是从他的这个什么就是爸爸妈妈那边学的。因为我记得我懂事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吃到这个肉丸是阿公做
阿公做诶，然后过年就会自己买那个材料啊，然后自己做。所以唔係媽媽，係阿公開始嘅。阿公開始誒，然後阿媽就去學，以後然後最後就做不那個戲。然後那個時候有一次因為我們的公司嘛要拍一個短視頻，就介紹過年的家常菜，那我也嘗試了製作這個肉丸，成功。所以你自己也可以，很棒哎，就奶奶家傳的這個食譜又傳下來。是，對，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至少我爸相當堅持的，每一年過年他一定會問，會準備這道菜嗎？能過年最重要是這道菜，沒錯，多少沒有關係，不過一定要有。但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對，但我希望說這個我們的溫家的這樣一個習俗能夠一代一代的傳下去了。對。都講，這些時節會幫阿公寫那個中國的信，因為阿公要寄錢回。沒錯。他的那你去過嗎？沒有其實我不知道近幾年我一直周圍就是常常有人提醒我這件事情。他所謂的提醒包括了，比如說有時候在看一些視頻，他就會出現梅州，又或者說遇到的人。其實normally像在我們這個錄影的前幾天吧，就有一位就是我們的老鄰居，他就剛好從梅州回來，就帶來那個叫什麼梅乾是吧？給我們，然後就跟我提起說現在梅州的情況怎麼樣。然後臨走前，他還跟我說：“像新加坡有不同的這個工會嘛，不同機關的工會。”他就說：“我們家的這個客家的工會需要年輕的這個新血哦，你有空來做做吧。”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什麼，我總感覺好像有人在呼喚，說：“你是不是時候該回去自己這個老祖宗的家鄉去看一看、走一走？”對，是。跟爸爸有做？阿爸有去過。阿爸去過，然後我們這一代倒沒有。其實我姐也一直在講說，要不要繼續？因為以前回鄉下會比較辛苦一點點，不過現在已經要搭那個什麼高鐵、搭飛機都沒問題了，所以是其實蠻方便的。而且我記得幾年前，像我一些親戚回去，他們說我們的這個老家老房子好像還在，當然不能住了，不過好像還在。對，還有印象很深刻，那個時候阿公好像有寄錢回去，然後造那個橋，當然不是那種哇很大的，不是，就可能一個小小的，出一點力，對，然後最後旁邊還有刻上他的名字，我有印象，所以我不知道說這個橋到底還在不在，所以我覺得有機會應該回去看一看。就可以是有一個想法，有這個想法想要去看，沒錯。而且我印象中是不是你小時候因為阿公有跟你說客語，然後你是不是有鬧過一些笑話？客語的笑話？那個其實不是我阿公，那個時候就是我們的就是家鄉的親戚吧，要過來新加坡。對，他們有過來過。他們過來新加坡，對，其實應該是我的阿公阿哥孩子之類的。對對，我關係都有點搞砸了，對。就說我的公公的聲音呢，好像是這樣。Anyway，他就過來嘛，就兩夫妻，然後剛好碰到他的生日，我們就買一個生日蛋糕給他，然後唱完生日歌之後就要吹蠟燭嘛，我們講吹蠟燭，他就愣了一下，他就要吹，他說要吹下去，我發現因為我們。可能也因為我們也是，你們是混蠟燭，混蠟燭，對，所以他就講為什麼會要吹那個蛋糕，就鬧了這個小笑，我就發現原來我不曉得是我們說錯了，還是說我們已經被同化了對，是。不過呀，你們這一輩真的就聽不太到客語了，好少講因為特別是阿公過世之後，基本上就沒說了，對，然後而且從小其實爸爸媽媽都是跟我們主要是講華語啦。那我的下一代，比如說我的侄兒侄女，更不可能說了，對，是，所以真的就是那個連結，難怪也會很想要再找回來。對，其實我覺得，我覺得我們作為這一代，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做更多一點的。我覺得今天可能不期待他們說會講客家話，可是我覺得至少一些我們的這些客家人的一些傳統，我覺得他們應該要知道。比如說像我們的我們家這個肉丸好了，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祖籍到底在哪裡？我覺得至少要告訴他們，讓他們知道。衝眼呢，
很重要，就是会刮子，我们的扫墓讲刮子，瓜子啊，就是挂纸，挂纸以前要挂那种就是很传统的。OK，对，那你们会扫墓吗？我们这边会有扫墓，还是有扫墓，可是它没有一些习俗哦，就是真的是客家人的一个传统习俗，我印象中倒是没有。对，扫墓这个动作我们这边还是有的。其实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其实在新加坡哈，就是有一个墓地，它就是客家人的一个墓地，叫做双龙山。然后也因为传承的关系啦，已经好像也碰到了一些挑战，是有点可惜的。然后刚刚吃到了很好吃的妈妈做的美食，那当然也要问哦，就如果以这个你家里的祖传的秘方之外，你去个好生嘛？给你自己爱吃什么？中意我係講客人呢食物的話，我好中意食用豆腐用豆腐還有肉丸不說啦，然後以前我是不怎麼吃蒜盤子。你們台灣有蒜盤子嗎？台灣沒有，沒有哈。對，這個也是我吃過以後很納悶的一點。豆腐有吧？也沒有，也沒有，所以很有趣哦。對呀，還有來馬來西亞、新加坡，剛吃得多。那有機會要嘗嘗。不喜歡吃蒜盤子？我沒有說不喜歡，以前比較不會欣賞。現在就開始會喜歡了，然後反而是擂茶，一開始我是非常的抗拒的，因為它的那個薄荷味啊，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後來有一次就是也是。好像也是我們的聽眾吧，電台的聽眾，然後他們就寄過來給我們吃，就拿過來給我們吃，我就發現哇，我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之後呢，我開始就是去外頭吃飯啊，看到有賣擂茶的話，我都會點來吃。對。但也是只有鹹的，只有鹹的，就是鹹的嗎？你們的台灣只有甜的。甜的 ，OK。台灣是一個點心甜品來的。OK，這跟我們就很不一樣了。對，所以現在你也可以吃擂茶。可以了，現在 OK 了。那接下來，因為其實你都保持得很好，你看跑步、騎單車，然後工作也很順利。你接下來對自己有什麼規劃嗎？我想，其實已經離退休也沒有很遠，所以現在主要就是開始規劃一些退休的一些生活。太早了吧？其實你說早也不早啊。對，我們這邊的法定退休年齡現階段，因為每一年都會延長嘛，現在就是63左右。其實63離我也沒有真的特別遠，一眨眼就過了。那你想要退休做什麼？當然我是希望說，能夠過得比較悠閒一點，然後比較沒有壓力，然後可以到處走走。就是我想很多的退休人士都希望過這樣的一個生活吧。不過我倒是希望能夠繼續工作。這一點其實很多朋友也不夠理解，說你退休幹嘛還要工作呢？我就覺得，因為工作的話，我還可以接觸人，然後我去跟這個社會保持一定的這個聯繫，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其實像在新加坡，我們也一直在提倡哦，就是特別是退休的老人家，應該要多出來走走，對，然後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特別是新加坡，像2026我已經進入了超老齡社會了，對，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會有越多的這個老人，然後也不要覺得說啊，老人就一定是要做一些靜態的東西，不要被這樣的東西就是給束縛，對，多出來走走，多跟年輕人交流，然後你會發現，哎，其實心境還非常的年輕，所以說不定你還可以繼續主持。我希望。對啊，各位歡喜啊，拜有機會，您是多過險。哪裡，很開心見到。也不一定要等退休，就是漢一拜來台灣，可以找我們玩。可以啊，一定的。好，裡面比總剛加過險，謝謝大家邀請，繼續吃。好，攝影師可以吃了。對，真的很好吃。是哦。